现代台语版圣经撒迦利亚书第10章，就伫春天雨期的时，对上主求雨。做乌云甲雷电的上主会着甘霖，互所有的人，互逐个人的田园生产。恁伫家内服侍的神明乌白指示，不怪南山伯，因乌白解梦，袂当安慰人。我上主万军的统帅对遐个牧者发大受气，要刑罚带头的。我要看顾我的羊群犹大家，互因变做强猛的战马。所有的领袖拢会对犹大家出，因勇壮可靠，亲像触角石，亲像布边的乞仔，亲像交战的弓。因亲像在交战的勇士，吞踏对敌，亲像在踏过路的土马。因为我上主甲因同在，因会勇敢交战，打败马兵，互对敌见笑。我要互犹大强盛，互以色列胜利。我要怜悯因，带因转来，互因感觉若亲像我毋捌甲因气杀。我是上主因的上帝，我要听因的祈祷。以色列会亲像勇士，因会亲像啉酒心快乐。因的子孙会看见来快乐，因的心会因为上主欢喜。我要甲因箍活来，因为我有决定要救赎因。因的人口会加添，亲像以前遐尼多。我虽然有甲因分散去列国，因会伫远远的所在少年我。因甲因的子孙拢会活地，搁倒转来。我要带因对埃及倒转来，嘛要对基述带因出来，带因来基列甲黎巴嫩，到遐个地区无够所在通住。上主经过凶恶的海，制服海中的波浪，互尼罗河深的所在打去。亚述的骄傲降做卑微，埃及的权力消失。我上主要互因靠我坚强，照我意思成我行动。上主安尼宣布。